大多數嘅人，我哋嘅呼吸方式都係錯㗎。改變你嘅呼吸方式，就可以改善我哋嘅健康同埋壽命啊！大家好，我係啤啤，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近年非常受歡迎嘅書啊，由一名科學記者 James Nestor 所寫嘅《Breath》。可能你會問啦，呼吸咁簡單嘅嘢，咁平凡嘅嘢，有乜好講呢？正正就係呢個看似我哋每一日都做啊，好簡單嘅動作，可能係我哋健康嘅一個關鍵所在啊！你有冇諗過你嘅呼吸方式係正正危害緊你嘅健康㗎？咁樣講一啲都冇誇張㗎。咁今日我就會分享部分呢本書嘅精華內容啦。而嚟緊幾日又係啦，會同早餐會會員嗰邊講晒成本書嘅。頻道已經累積咗超過120本書㗎啦。有興趣可以去播放清單嗰度睇下有冇啱心水嘅書想聽咯。一加入咗早餐會就可以解鎖晒全部書㗎啦。早餐會會員我係每一日啊，冇錯，每一日都會有新節目聽㗎。有興趣可以撳下面條 link 去加入啦。事不宜遲，我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啊！呼吸，我哋每一日要做成萬次嘅嘢啊，但有幾多人真正了解過正確嘅呼吸方式呢？好多人我哋好努力咁樣追求健康生活啦，注重飲食啦，做運動啦，心靈嘅健康啦，但係對呼吸嘅關注好似微乎其微啊，冇乜人去注意呢樣嘢噶。咁作者就指出啦，西方嘅醫學就好中意用一啲藥物啦，同埋手術去治療一啲慢性鼻塞啦、鼻竇炎同埋一啲肺病噶，即係全部都係有關於啲呼吸系統嘅疾病啦。咁但係好少去教啲患者點樣去正確呼吸啊。呢本書就係要喚醒我哋對於呼吸嘅重視啦。因為呼吸方式係的而且確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影響我哋嘅情緒平衡咯，同埋影響我哋嘅精力水平噶。咁作者本身其實佢都係一個曾經飽受呼吸問題困擾嘅人嚟噶。佢喺研究嗰啲自由潛水員嘅時候啊，發現呢啲潛水員佢哋經過特殊嘅訓練，係可以控制自己嘅呼吸，喺水底可以閉氣超過10分鐘噶喎。咁呢個發現就令到佢開始思考啦，就係如果呢啲人佢可以透過呼吸訓練達到一個咁高嘅身體控制能力，你諗下閉氣超過10分鐘喎，咁呼吸對於一般人嘅健康又有幾重要呢？作者喺書入邊就指出啦，現代人有好多呼吸問題嘅根源係可以追溯到我哋嘅演化史噶。你諗下人類嘅腦容量嘅增大雖然係會令我哋變得比其他動物更加聰明啦，咁但係同時亦都係擠壓咗我哋嘅鼻竇腔啊。再加上我哋發展我哋嘅語言能力要付出嘅代價就係令到我哋嘅喉嚨變得比較窄啊，更加容易俾食物去啃親。咁作者就話啦，人類可能係唯一會因為食物而窒息死亡嘅哺乳動物啊。即係譬如你其他動物佢哋個喉嚨冇我哋人類咁細噶嘛，唔會咁容易啃親嘅。仲有工業化時代嘅一啲好精細嘅食物令到我哋嘅下巴變得越嚟越弱啊，牙齒亦都變得越嚟越擠迫，進一步影響咗我哋嘅呼吸道。咁以上呢啲嘅演化史同埋生活方式嘅轉變係直接導致咗我哋而家現代人個呼吸方式主要有2大問題噶。第一就係有班人佢哋慣咗用口去呼吸啊。第二個問題就係呼吸過度啊。咁用口呼吸有咩問題呢？作者就話啦，口本身係只係應該作為一個呼吸嘅後備通道啊，而唔係一個主要嘅呼吸管道。即係有時我哋可能鼻塞，你先會迫於無奈用個口去呼吸嘅啫嘛，係咪？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嘅，佢就算個鼻唔係塞佢都用口去呼吸嘅慣咗。咁但係用口呼吸有一個問題就係口係缺乏鼻腔嘅過濾同埋調節功能噶。同埋如果你用口呼吸係會令你嘅身體消耗更多嘅能量，引起身體嘅壓力同埋疲勞噶。而你用口呼吸仲會令你嘅心跳加快啦，肌肉轉為無氧呼吸狀態，令到你個身體會產生乳酸，引起惡心啦，即係想嘔啦，肌肉冇力同埋出汗等等嘅症狀噶。而至於呼吸過度亦即係我哋唞氣太過快同埋太過深啊，會打亂咗我哋體內嘅氧氣同埋二氧化碳嘅平衡噶。好多人誤以為二氧化碳只係廢氣，咁但係事實上二氧化碳係促進氧氣釋放俾身體器官嘅重要物質嚟噶。如果你好快速咁樣深呼吸會排出過多嘅二氧化碳，反而係會令到你身體吸收氧氣嘅能力下降噶。呢個令啤啤記得有次跑步就係氣喘得好犀利啊。咁通常越喘你就越覺得唞唔到氣啊嘛。咁當時我就以為係要大力啲咯，
再大力啲吸更多嘅氧氣啦，係嘛？咁但係點知咧，越吸越辛苦啊！我而家咧就明白到啦，原來係因為咧呼吸過度啊，反而令到個身體攝取氧氣嘅能力降低咗噶。咁作者為咗證明呢一啲呼吸問題嘅嚴重性咧，佢甚至係親身做咗個實驗啊！佢將自己嘅鼻窿完全塞住2個星期啊，即係好似鼻塞咁樣啦，強迫自己咧呢2個禮拜淨係用個口去呼吸，結果佢嘅血壓係上升到去高血壓嘅第一期啊，心跳脈搏亦都加快咗啦，體溫下降，夜晚打鼻鼾嘅聲咧係增加咗4000%啊，而血氧水平亦都係降到90% 以下。嗱，呢個水平咧，如果持續落去咧，係會令你個身體器官缺氧噶。喺呢段時期咧，佢變得好難去集中精神啦，夜晚係幾乎冇辦法去入睡噶，瞓唔到覺啊。嗱，作者呢個親身嘅故事咧，就令我反思翻自己平時嘅呼吸模式啦。有時候你太專心做嘢咧，我都會冇意識咁樣咧，即係冇唞氣啊。即係有時咧，你做嘢嗰陣，你望住個電腦 mon 睇住一啲好緊要嘅嘢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不自覺地冇唞到氣噶。又或者係有時你趕時間行路嘅時候咧，可能你不自覺地用咗個口大口咁樣喘氣，又或者係坐喺電腦面前打字咧，呼吸會變得好淺啊。嗱，咁呢啲經歷咧，我諗大家都曾經試過噶，就係呢啲咧看似微不足道嘅呼吸習慣，日積月累係有機會影響我哋嘅健康噶。咁聽完今日呢一集咧，我就想問大家啦，你有冇試過注意一下自己平時嘅呼吸方式咧？係用鼻啊，定係用口咧？呼吸係深定係淺呢？快定係慢呢？又或者你有冇經歷過因為呼吸唔暢順而影響日常生活嘅情況呢？咁而呢本書剩餘落嚟嘅部分呢，作者當然會繼續同我哋探討咧，就係點樣透過正確嘅呼吸方式去改善健康同埋提升生活質素呢？我哋會深入了解咧用鼻呼吸嘅好處咯，學識減慢呼吸速度嘅方法，同埋點樣呼吸先可以去強化我哋支援呼吸嘅肌肉同埋器官呢？嗱，我哋成日都講啦，食得健康，喐得健康，但係你有冇諗過咧，呼吸得健康嘅重要性呢？有興趣聽晒呢本書嘅話咧，可以撳下面條 link 去加入會員啦，我會同會員嗰邊咧繼續分享嘅。會員們，聽日再傾，我係啤啤，拜拜。